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兄弟啊，若有人无就伫陷落罪过，恁属伫神的人，就用温柔的心神归正伊，也着家己关防，行了恁也拄着试。这是咱要请陈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只伫恁中间之间。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听当巴悲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平安经过一礼拜，搁较感谢伫主里，阮依然有即个福气，会当来敬拜你。阮咧学习，诚做一个和平使者时，求主你来帮助阮，以阮以爱得到主你来福气。你甲阮讲，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称做上帝囝。主你帮助阮，你想使阮有属灵的智慧，你想使阮有谦卑敬虔的心，会当来领受，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来明白。阮来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咱咧读和平使者立命操练中间，咱已经学习到进到伫第3步，咱来先看到咱的头前这所在就写第3步是真温柔，要安怎来挽回。头前咱已经上过2个步，就是伫所在来讲，头前是荣耀上帝，第2是拄起咱目睭来饮茶。咱所咧学习的和平使者，就是讲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常常有真侪即个冲突伫咧。但这冲突来发生的时，咱要安怎？诚做上帝所讲的是诚做互人和平的人。互人和平的人，毋是讲安尼就真简单。颠倒有一寡学习，咱咧透过这操练时，毋茫就真正诚做是会当互人和平的人。所以咱头一个讲，爱下伫上帝的身上，因为咱所有的代志拢是要因神益人，所以冲突来发生的时，是一个真好的机会，互咱有机会来做到伫因神益人伫咧，包括咱阮无所看的这三个这个课题，咱已经拢上过啊。因为这个上帝是一个有权柄的上帝，一个是美善的上帝，一个是信实的上帝，所以咱逐日来仰光伊，咱逐日来倚靠伊。然后咱要讲别人，要讲到这个冲突来发生的时阵，咱先倒转来思想，咱家己应该负的责任是甚物？就是咱目睭内迄个饮茶到底是甚物？所以咱来学习到这，包括讲咱有这个偶像的产生。这偶像毋是在咱庙中间咧看迄种偶像，咱是伫咱心中因为欲望伫遐来产生的。有欲望是真好，真侪欲望嘛是好的，但这欲望若袂当得到满足的时候，你就开始产生一寡苦毒伫咧，你产生一寡怨恨伫咧，然后你就诚做开始要共论断别人，你开始有这个处罚来产生，迄就是你的偶像。这个偶像若伫你的心中产生的时候，这个冲突就一定会发生的。所以第3课讲到讲，咱既然知影以后，咱要安怎来认罪？因为伫上帝面前来认罪时，咱就要得到真正的这个自由。所以咱伫典会已经讲伊讲，咱的认罪4个步内底，头一就是讲你愿意，你有心意无？你有心要悔改无？有人犯错，伊无一定要悔改啊。所以头一就是悔改。悔改了后，咱来知影讲，咱到底倒位毋对，所以自我审查伫咧。自我审查内底时，佫甲咱讲到几啊项，互咱一步啊一步去看。包括讲咱啥物言语的问题，言语内底佫几啊项，咱去讲到假话，咱中伤别人，咱讲一寡闲话，咱讲一寡八卦这物件，是毋是安尼？咱无经过头脑，就伫遐凊彩话就讲出来，顶顶遮，互咱看见有言语的罪伫咧，互咱看见讲咱是毋是有想要控制别人？咱是毋是言而无信？咱是毋是若无遵守着即个权柄？咱甚至安那，咱想要别人对待咱安怎？咱竟然无对待别人安尼。顶顶遮个，咱嘛想体贴咱家己的一寡罪伫咧，包括咱肉体的，包括咱感觉咱骄傲，顶顶遮个，拢是互咱思考咱家己安怎毋对，安怎毋对，你才会当进入到第3部分。我要安怎认罪？认罪是啥物？敢若讲是咧，安尼就好啊。啊是爱有真彻底认罪的。课本甲咱讲到7个步，7个 A。互咱真正会当认罪到真深的所在，包括咱知影咱的对象是啥，包括咱知影倒位毋对，包括咱所有的这责任拢爱负担起来，包括咱知影严重性是如何，我们来承接这效果，然后最后咱的行动是要安怎？包括
阮毋望你会当原谅我，但是我会当尊重，我会当等即个时间。当咱想到遮时，到顶礼拜咱已经想着讲，咱家己应该看见咱目睭内即影仔查伫咧。刷落部分就是讲，咱要安怎对方即项代志无可能，干那一边毋对，绝对有两边拢毋对。要安怎有对方伊会当明白，伊伫即项冲突中间，伊知影伊家己爱负的责任是啥物。咱第三步就是要讲，这是温柔去甲挽回，该带倒转来即个意思伫咧。但是你要做这时，你要安怎互伊会当看见安尼时，啊，你的态度到底是如何？这就是咱今仔要学习。咱为今仔头一课是要讲到你我中间就好，就是两个人就会当解决的时，要安怎来解决？有可能咱后边就去讲到第三者，还是讲要安怎来讲话等等遮的。咱今仔圣言节，我伫遐邀请咱大家做伙来读一遍来。兄弟啊，若有人无张持含落罪过，恁属伫神的人，就用温柔的心归正伊，也着家己关防，行了恁也拄着气。这圣言在咱较等会解说，讲到底这个意思是啥物？咱会学习到就是讲，主要说爱咱除掉咱目睭来影仔查，咱才会当去看见兄弟目睭中的刺。咱保罗今仔日的即个小加拉太书甲咱讲，咱若当着咱的兄弟无张持去犯着罪时，咱爱安怎甲伊挽回，安怎互伊归正。所以咱来看讲即个部分内底，头一个耶稣要求咱来咱家己的部分来负责任时，咱感觉讲虽然真无容易，但至少咱课本中间甲咱讲，你一步一步来行。佫有圣经在互咱讲做咱的应允的勉励时，我相信咱可能靠把握。咱会当改善，因为这敢若到伫我位置就好。我毋知恁逐人的感受如何。伫过去咱3礼拜已经讲到咱家己目睭内影仔查的部分。你毋知道即个操练有真正诚做你的帮助，还是有缘你拢讲是个有缘看见别人的即个草仔样若定，无看见家己的影仔查到底是啥物？咱要定定当着代志时，倒转来思考咱家己也无。虽然无容易，但是较容易做到。颠倒咱今仔日所要看即个部分。伫遐讲，咱爱真温柔去共归正，去甲伊挽回倒转来的时阵，咱爱帮助伊，互伊伫即个冲突中间，知影伊的责任是啥物，佮得用疼心去服侍伊。我想这是更较困难的，毋是包括讲咱的部分啊。对方到底有要接受无？对方会当接受的，这拢总是一个问题伫咧。咱要安怎引起讲伊袂伫遐反弹？讲你到底是算做啥物？你有啥物资格甲我讲这物件？等等，这问题是，咱要安怎去达到已经到圣经中间所讲这种真好的这种和睦伫咧？咱毋茫当对圣经中间来教示，来得到教示。圣经到底安怎来甲因讲？咱要进入到伫即个温柔去归正去挽回倒转来的时阵，咱有一寡心理准备先来讲。头一个就是，咱毋茫。毋通互即项代志已经爆发到安尼无办法收山的时阵，在迄个时阵想要来谈，安尼已经是伤慢啊。即甲咱讲，咱来把握迄个时机，毋通互即个时机已经到，已经无办法伫迄个所在来挽回时，才要去做即项代志。第二，咱来知影讲，咱做即项代志，毋是因为咱会使，是因为上帝怜悯，上帝疼咱，伊要上帝用上帝疼去甲伊讲，咱拢有犯错。但是咱会当共同倒转到伫上帝面前，咱会认咱的罪，上帝要赦免、要怜悯咱。毋是讲因为你犯了罪，所以我来讲，你敢无羞耻感觉？你敢无罪恶感觉？用这种责备的，你无可能你会当来挽回。你我两个人拢总是无完全的，咱个可肯到伫上帝面前，上帝是慈悲怜悯的。任何的罪，你若要认你的罪，伊就要赦免咱。咱的课本中间一开始讲到有一个故事，记载讲一个人安怎得罪着别人，去甲伊认罪了时，佮趁迄个机会继续讲到迄个人伊的毋对的所在，因为已经引起真侪困扰伫咧，伊家己毋知影也好，知也好，毋知也好，总是无解得着。伊甲伊讲，毋是甲责备，伊讲其实咱人拢是无安全的。我嘛真侪困难，我嘛真侪这问题伫。我相信你嘛有这问题，因为我听到一寡人讲这声的，咱倒转到伫上帝面前，求上帝怜悯咱，上帝一定会一定赦免咱，咱才有办法改善咱甲别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好。
无毋对，咱要去温柔去甲别人讲伊的责任的时，毋是去责备伊，咱是带伊到伫上帝面前，甲讲上帝永远有一条路开互咱，是一个稳定的问题。咱若无安尼安尼时，上帝就互咱有即个智慧伫咧，互咱会讲的话安那，拢经过上帝有即稳定的话，伫遐来调整，变做一个香味出来。互咱甲人间中间咧谈的咱真好，即个有即带出好的结果出来，彼此的关系愈来愈好，上次甲上帝的名嘛得到学落去。最后就讲到安那，咱的冲突其实是互咱的机会，要来见证主会听伫咱的心中，为着福音来做见证。到最后，咱若是靠上帝的气来时，到最后连迄个和咱有冲突攻击咱的人，伊嘛会当去感受到。甚至会当去认捌到耶稣，所以咱若要做即个温和来挽回倒转来这样代志时，会记咧，毋是靠咱家己，毋是咱会当，毋是我足厚咧，我足温柔，我足有即个听心，我会当去，无是因为上帝，咱挖过上帝才有得到这气来，嘛挖过上帝学习主耶稣的灵密，咱才有办法做到安尼，那呢时咱才有可能伫迄所在来成功。所以刷了问题，咱要讨论就是讲。伫即个要安怎去和人讲时，相信有几啊个即个重点，至少有2个。头一个就是讲，你要伫什么时阵去和人讲？这时机到底是什么时阵较好？第二，我到底要安怎去讲？所以咱来看头一个，咱来想着讲，你倒一个时阵要去和人单独伫迄个所在来讲到对方的即种伊的即个过失伫咧。咱看去头一项，伫圣经内面讲啊，当对方若得罪着你的时阵，伫感觉大福音第18章15节伫遐讲，说使你的兄弟得罪你，就招着去，单单你甲伊伫地时，指明伊的毋对，伊若听你，就得着你的兄弟。伫遐讲对方若伫遐得罪你的，毋是你去得罪别人，是对方得罪着你的时，你就要安尼去做。为什么要安尼做？咱要注意看即个圣经，就是马太福音18章15节，头前12节到14节的时阵，耶稣做一个披露，伊讲有一个人有100只羊，啊若失迷一只，行迷路去的时，你要安怎？你啥物要甲这99只下伫边啊？然后你去找迄只，找到迄只以后，你会非常的欢喜，比即只99只佫得的时佫较欢喜。你就去请大家做伙来欢喜。最后14节讲安那，天父也是安尼，伊无爱失落咱所有伊的囝儿中间的任何一个，然后正到伫15节讲即句话。所以耶稣伊的意思乃是讲，毋通因为人来得罪着你的时阵，你就失去伊啊。上帝无爱安尼，就当参像你雇羊的，伊失去羊的时，伊一定努力去甲找到转来。别人若得罪着你的时阵，你若无爱去和人讲，无爱去和伊和平的时阵，这个人就离开你啊。离开你了的时阵，就失落一个人去。所以当对方若得罪着你的时阵，就是时机，咱应该去甲伊和好。要用什么方法来和好？伫对下你所讲的圣经在哪？你就要去甲伊讲，到最后会当得到伊。所以真显然，你毋是去责备伊，你乃是去安那要甲你两个破坏关系，搁一摆甲修正倒转来。个人提摩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4节，伫遐讲，你着安那用安慰的，你着用敬戒，用扶持的，搁着要宽容款待，就是要有耐心的意思。所以耶稣甲咱讲安那，咱着要用百般的种耐心，用各种方法，伫迄个所在来帮助伊。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提摩太的这批信内底就是安尼讲。提摩太是伫一个教会内底咧牧会，是保罗的同工，嘛是伊的即个后辈的人。伊伫遐讲，你伫遐传道理，无论得时不得时，伫遐专心地去传。然后安那咧传中间，你来用百般的宽容、教示来责备、来警戒、甲劝勉。无讲爱你伫遐所在来。所在伫遐个指责伊的毋对，是可以知影伊的毋对，用即种方法伫咧。咱毋望所有代志拢会当透过面对面来讲，会当安尼来讲出来。但是其实方法几项的，包括有用间接的方法伫咧。圣经中间互咱
看到至少即三个，伫即所谓句即三个例，就是讲耶稣伫约翰福音第4章的第1节到18节，伊当着伫水边，当着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这妇人人是犯着奸淫的，已经5个丈夫啊，即马还没带着，更毋是伊的丈夫。耶稣知